Jack，我係 Winnie 公司嘅創始人。我從事電動車行業已經25年啦。我哋公司主要嘅產品係電動斜車啦、電動拖車啦、電動三輪車啦，仲有電池。我哋嘅團隊優勢就係我哋嘅研發團隊啦，我哋嘅工程師團隊啦，仲有我哋嘅設計團隊，平均行業經驗超過8年以上。我哋嘅動力係高於同行嘅20%至30%。我哋每一款車都通過極端天氣嘅測試，使得我哋嘅產品嘅耐用程度得到市場嘅認證。關於我哋嘅設計，我哋嘅專業團隊設計出嚟嘅產品，亦都得到廣大消費者嘅認可。我哋公司主要嘅銷售市場喺中東啦、北非、南美洲，後續會繼續拓展埋東南亞市場。我哋嘅願景係結合用戶嘅需求，豐富我哋嘅產品線，完善我哋嘅生態鏈，務求服務更加多嘅用戶。